过年食围炉，菜色袂当凊彩。大家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，唔通看伊平常时也真严肃，讲真够煮食哦。伊煮伊年菜的手路菜，为乌鱼子甲佛跳墙，每一道拢色香味齐全。哇，香啊！外界掀落开，哇，有够好食鸭肉，还佫闻到酒香味。牛母吼，切片啊，落炒炒啊，掺麻油啊，米酒甲倒两罐咯。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，甲副董事长陈明坤伫镜头前顶功夫。这拢咱5尺分啊，野生的。对上简单的乌鱼子，还佫有海参炒冬笋，到美味好食佛跳墙，这拢是因的手路菜。实在包括大家的蚵仔，还佫5尺乌鱼子，拢是在地。颜清飘平常时真爱煮食，陈明坤呢，伊是总铺师出身，两个人联手。变菜啦吼，咱无咧甲人比赛，就食最主要就迄个口味下较重要啦。颜清飘甲陈明坤虽然外表严肃，不过总铺师打扮真古锥，只为因点一下功夫，年夜饭的菜色拢从旁上倒，互大家提早感受年味。